因为我们的嗅觉都有一点问题，今天。嗅觉。对啊。回事啊。到底今天到底是闻到什么，还是可能闻到香喷喷的猎物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杯不是单纯的水，然后敬大家。好，新年快乐！有酒的举酒，没酒的举手。Happy New Year， 英文讲的。刚刚说英文了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们再来倒数一次好不好？对，7、5。我已经7号了，还在倒数了。我们倒数1月13号的来临，好不好？要新年第13天要庆祝一下，不简单了，来到了第13天，还没有世界末日，还不适应呢。对啊，重新的生活。结果我就埋在这边，所以我今年1岁。等一下啊，我先站起来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。接下来这首歌，中文的名称叫做《刷头来这条歌。会不会太低？不会。我再调高一点，它已经最高了。好。一个很有为的青年，他写的这首歌曲。强调是有为的。有为的青年，所以我们不有为的人，他叫海利奥。没有了，不是我，一个小朋友这样，他写的这首歌，让很多姑娘们，都会听这首歌就一直哼啊，男生也是啊，常常会拿这首歌去骗那女孩子说，那女孩子听到说，这首歌好听，是谁的歌？我写的这样，其实不是他写的，是我们那两兄弟写的。这首歌叫做，也许可能有些人听过，那首歌叫《卢凯的姑娘》，对，因为你们有听过，你怎么一直想要拍手？快抽筋！对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交给劳瓦来唱，由女婿的观点来唱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这一招高啊！高！对啊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这首歌曲的命运交给劳瓦了。漂亮。This song is a family song. Yes. 开始。好，开始。
谢谢。